据透露，中国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在维吾尔人居住的东突厥散建立的类似纳粹的集中营和劳教所中，拘留了770万东突厥散人。中国国务院日前发表了关于东突厥散职业培训中心的白皮书，文件称，2014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有130万东突厥散居民通过该中心。该文件是在美国对中国强迫劳动商品实施制裁3天后发布。分析人士称，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间接承认政治教育营的规模。中国在文件中声称，职业培训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有助于消除贫困。根据该文件，东突厥散人在职业培训中心被教导和写说普通话、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近年来，中国在东突厥散以教育中心的名义经营的集中营，以及侵犯维吾尔族的身份和文化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一段视频，中国当局已将东突厥散的另一座清真寺变成了推广维吾尔文化的旅游景点。中国当局近年来任意拘捕和监禁数百万人，以减少东突厥散的人数，但另一方面进行了各种宣传，以吸引汉族人迁居东突厥散。视频中显示的所谓文化中心很明显是一座清真寺，可以看到包含反映各种维吾尔文化的元素。除此之外，许多清真寺被拆毁或变成了汉族游客的娱乐场所。甚至有报道称，在东突厥散阿图市，一座清真寺被拆平以后，新建了一座洗手间，提供内地游客使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五说，议员们下星期将审视2项有关东突厥散地区强迫劳动问题的法案，其中一项将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另一项将要求公开上市的美国公司在供应链方面加以披露。民主党人佩洛西说，假如我们因商业利益而拒绝就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会失去谈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的所有道德权威。星期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边与边境保护区针对中国产品发布了5项禁止进口的暂扣令。国土安全部说，暂扣令涉及的产品由东突厥散地区国家赞助的强制劳动生产。中国政府在当地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进行系统性的践踏人权行为。特朗普政府周五宣布将把微信和 TikTok 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后，中国周六发布针对外国实体的不靠谱实体清单规定。对列入不靠谱实体清单的外国实体，可视情况限制或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等。据中国官方说，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保护中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规定称，外国实体包括外国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美国商务部周五宣布，在周日9月20日起，针对微信和 TikTok 的禁令将生效。特朗普在8月初曾宣布，如果 TikTok 不在9月20日前出售，就会遭到关停。卸任3天之后，安倍晋三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参拜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这是他自2013年12月以来的首次参拜。为了避免激怒中国和韩国，他在卸任前再也没有前往参拜。安倍晋三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公布了这次参拜，并附上了一张他本人在靖国神社的照片。安倍晋三在2次首相任内仅有1次亲自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每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以及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他都会通过助手供奉祭品或者祭祀费。北京和首尔把靖国神社视为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的象征，因为他供奉的日本战争阵亡人员中包括14名
远东国际军事裁定的甲级战犯。